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在今天的晚上能够一起来观看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直播没有实体的聚会当中，我们会在9月份，我们会正式开始做实体的聚会，也能够期待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礼拜三的晚上，我们都能够一起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这时候邀请我们各位能够一起用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用更深的预备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福分。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更深的期望，更深的渴慕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从你的话语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就要再次得着更丰盛的恩典与及祝福。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深深的敬拜。主啊，让我们更深在你面前的敬拜，好我们当体会主你的疼。敬拜深深的是承诺的爱，一生只愿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深深的敬拜，深深的渴慕你同在。愿我更多被你吸引，与你心连心。
主啊，愿阮的心甲主你相亲近，愿阮的听，愿阮对主你的敬拜，互阮的心更加亲近主你。求上帝你赐互阮伫今暝凡三角来领受着上帝你对阮所要讲的话。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今日咱要做伙来看圣经，伫咱所记载圣经伫马太福音书第25章第1节到第13节。圣经话安尼讲：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节，在犹太人的婚礼里面，他其实在他们的成婚过程当中，新郎他必须要离开他的本家，然后甚至去到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家人当中，然后去准备来迎接新娘。但同时呢，在女方那边，他们也必须要打发这个新娘的女友这些朋友，至少要有10位这个童女。而这童女在台语维护叫做宰媳路啦。好，那这个这个童女呢，他们必须要为他们自己的灯要预备好油，然后在晚上在新郎来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迎接他们，然后甚至跟大家说：“新郎来了，新郎来了。”那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其实在耶稣在举这个例子当中呢，在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但是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节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也有人他是不预备的。那这些童女呢，当他们不预备的时候，等到他们必须要迎接新郎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点灯，然后迎接新郎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一起进去。所以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里面，耶稣以10个童女来迎接新郎的婚礼风俗的比喻里面呢，来说明一个在天国比喻君王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比喻像这个新郎要来一样。当我们如果没有比喻的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就像那5个愚昧的这个童女一样。所以在天国里面，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每一个教会都必须要做好预备。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在预备，还是你会随着你的年龄，随着你的生命的状态，而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或者是病恹恹的，或者是非常的苦恼，甚至非常的忧愁。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来预备，更多的来思想，到底我们的生命有出了什么样子的大问题。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他以这个故事，希望每一个教会，甚至或者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跟随他的人，都必须要警醒预备来等候。那我觉得这个警醒预备等候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但不见得每一个人把它看得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了解，当主再来的时候，当这些迎接主再来的这些迎接新郎来的这些童女里面，我们可以知道5个愚拙的，当他们遇到，他们其实非常也期待他们可以迎接新郎，可是他们没有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去跟那个聪明的借油嘛。可是这5个聪明的，他们也知道啊，现在不是我不分享给你，而是因为现在我的工作，我的任务就是要赶快迎接新郎能够进去迎娶新娘。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个愚昧的5个童女一样？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来找帮助。当我们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宁可怎么样？怠惰自己，甚至很懒惰反正我喜欢过这样的生活在生活里面好像对上帝再来，或者是对自己的生命，甚至对自己的未来，你不会有所期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值得我们好好提醒我们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些迎接主的童女，那些迎接耶稣再来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尽好我们的本分。如果我们没有用心警醒预备，甚至缺少那圣灵的同在，有个比喻说，这个油这些童女她们所预备的油就像是当她在迎接主再来的过程当中，那个油就像圣灵一样。我们需要时常去领受圣灵。一个没有领受圣灵的基督徒，他很容易用他的生理状态，他很容易用他的心态，甚至用他所拥有的来看待信仰。那么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很容易看出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信徒，他的生命是没有力量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有预备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是时刻都在学习，时刻都觉得自己可能在某方面是不足的，但是他愿意学习，他也愿意去请教，甚至他会愿意看出他自己在软弱的地方是什么。所以牧师鼓励各位，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要再过着好像是浑浑噩噩的基督徒。来到教会，你也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手机，然后思考自己的事情，你也不会去想到说我的生命里面，我的生命的状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要怎么到上帝的面前来遵循上帝的心意，甚至来学习我的生命可以做什么样子的改变。求主帮助我们，在整个预备的过程有句话说，一个成功的人士在于他的预备的过程有多长。当他的预备，他的准备越不够，越不充足，他的终生就是失败收场。我也这么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他遇到人，遇到他所需要建立关系的人身上，如果他不愿意懂得去跨越那自己的难处，甚至跨越自己没有办法突破的事情，那你就永远无法突破与人建立那美好的关系。上帝期待我们跟他能够有好的关系，也期待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到上帝的心意里面，就像今天这5个聪明的童女一样。当他们有预备当新郎到了，他们预备好了，甚至跟他一起进到那个宴会的地方，一起享受属天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心敞开，好好的预备好我们自己，很可能我们的生命就像这5个没有预备好的愚昧的童女一样，他们没有办法进去，即便他们赶快的去补足了这些油，当他们进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主啊，为我开门的时候，主也会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真的不认识你们，因为你们没有预备好，你们要警醒。如果你们不警醒，很多时候我来的日子你们不晓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7章21节，主也曾经说过，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是你信了耶稣，你就能够进天国，而是要遵行父上帝的旨意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在你身边有许多朋友，有许多家人，有许多还没有接受这份福音的朋友、家人，你需要为他们好好的为他们祷告，你需要好好的告诉他们生命需要的福音。我相信这个过程都是在预备，你在预备更多能够迎接主再来的童女。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否预备好了？让我们一起学习更多的预备，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付上更好的代价。我们用一首诗歌在神的面前来向主说，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相信是一个荣耀的时刻。不管你等不等得到耶稣再来，你可能会说我的生命就活到这个年岁了那我也不是晓得我可不可以等候到耶稣再来。但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命到最后离开这世上的时候，我们都会再见到主的面。但我们是否预备好我们自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忠心仆人的样式，能够得着上帝的祝福。我们用一首诗歌《忠心的仆人》来一起向主说，我愿我的生命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迎接神再来的时刻，而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求主你的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基督徒。主啊，我们更乐意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被主你称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求主你预备好我们的生命，为我们开启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得着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